闻底有风波，有消保团体讲，学校甲一般大众只要受到影响，拢会当参加团体诉讼。新北市美粉验到甲专机关表示，5月底就验到，卫生局煞7月18才公布，即马回收率无到2成。英国前大阪 Chester 市长伯南在英国首相宣布推出10年的计划，来解决政治、外交、甲民生等等的问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中大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中华的警方伫鹿港要抓一个卖毒的药头，结果对方煞去弄这前方车，而且佮想要逃走，落尾加在这成功甲压制，也伫咧车顶有抄着安非他命等等的毒品。也那另外一件这诈骗的事件呢，最近有这外籍人士是去做车手，目前这警方有成功来拿查5亿外的现金。警察车甲嫌犯的车围起来，嫌犯哥北区想要逃走，最后警察用优势警力压制嫌犯。落车，警察，落车，落车！中华刑事警察队侦办卖毒品的案件，查出一位姓陈的嫌犯涉嫌咧卖2级毒品安非他命甲1级毒品依托米酯。进前警察伫鹿港执行查缉行动，抓到这位姓陈的摇头甲共车的2位嫌犯，现场查考安非他命甲制作依托米酯分段原料。本案查缉的证物部分有安非他命近500公克，还有依托米酯等相关器具，全案依毒品及妨碍公务跟公危险，移请彰化地检署申办。除了毒品案件，中华警察也连续抓到2件外籍人士担任车手的诈骗案件，其中一位马来西亚籍的查甫，假作是检警，甲被害人约见面提现金，警察提早布线排好，当场抓人。中华县警察局表示，除了投资诈骗，最近因为见到干路这项佚佗物仔真实行，也出现相关的诈骗手路。以时下最夯的战斗陀螺为诱饵，诈骗集团会在群组里面或是在社群平台刊登这个广告，那以低价特惠的方式来吸引买气。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财损是184万元。中华县警察局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透过和银行等单位的合作，成功阻挡民众汇款予诈骗集团的金额，拢总有2亿200多万，嘛成功斩断诈骗集团将近5亿外金流。警方嘛呼吁民众，若接到可疑的电话信息，拢爱提悬警觉，若有疑问会当卡105反诈骗专线查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讲到这诈骗的手路，来看即马呢，为着要方便民众寄物件，超商也有交汇便的功能。也毋过，煞有诈骗集团是利用这种服务骗民众甲黄金寄予因，而且因个讲用黄金来买股票，安尼是免扣手续费用的。目前上无有13个人已经互拐去啊。大背景的就前，俩驾驶座的查甫人看到嫌犯一直哀叫，一直抵抗。刑警分几啊路，伫台北市甲新北市陆续查到诈欺车手，做领的包裹装有满版的黄金。新北市刑大调查，国内有诈欺集团，假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透过超商交汇便交付实体黄金买股，用的方法就是讲，会当以当日现价免扣手续费，将黄金顶值变现金投资，随后制作不实效并获利，互民众真相信。诈骗集团常利用超商交货便作为金流移转管道，于短短1个月内即查获50个诈骗包裹，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自今年3月到今，至少已经有13人报案，其中未少有过价锁定专业人士，不过无排除哄骗的金数更较侪，总财损超过1亿。便利商店的很难去核对车手身份也很难去确认货品的内容所以诈骗集团的确会喜欢利用这种管道来指派车手去取货点至交汇便网页，虽然明确规定禁止运送现金股票甲黄金等物品，不过警方分析，超商并无有检查的制度，即马伫新北市更加查晓头一个以交汇便处理不法获利，规避查缉。物流业在配合这边的部分势必要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反制的作为。透过 VESP 的管道出金，占金额的38%，
所以表示整个虚拟资产已经成为诈骗集团很高度依赖的洗钱的通路。当前的诈骗方法，爱设法方法之外，未少会诈骗贼仔钱，后手更加防以虚拟货币洗钱，比传统转销还是 ATM 出金速度更加紧，只需要6分钟外。公司部分安怎合作防治，正做真重要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竹市的米粉，最近是有验到甲醛。这机关是表示讲有问题的米粉呢，其实伫咧5月底就验到，嘛有通报。也毋过，这卫生局说一直等到7月18才对外来公布，造成这有甲醛的米粉呢是无通好随落价，即马回收率是无到2成，也就是讲是安尼问题已经愈加愈严重啊。守时安，要及时，护市民别卸责。发口号要求市府对民众食安全负责。新竹龙金牌炊粉顶礼拜因为验出甲醛，予卫生局下令落价回收。有新竹市议员出面指控市府，讲今年5月底炊粉伫台南就已经验出问题，通报新竹市卫生局，市府竟然慢2个月才对外公布，害民众早就把有问题的炊粉食入腹肚内。抽查出验结果早就已经出来，甲醛超标。那就算呢，你需要复检，直至6月底复检的结果一样甲醛超标，当时候就应该同步来公布，结果又隔了3周，7月18市府你才公布。我们认为这就是盖牌啊，不然什么叫做盖牌？隐匿这个消息，勒令停工，但是我们市民都不知情，就这样放任产品流窜了3个多礼拜哦。市府的发文中，其实都看不出来现在甲醛浓度到底是多少。没有公告这明明依照我们的自治条例是应该公告的事项，市府到现在却是盖牌不公告。针对议员质疑，市府回应接到通报了，第一时间就随发动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厅书，依法展开稽查、抽验、回收，一切拢有按照中央规定来做，绝对无暗藏也是拖延的行为。市府是自从接获通报开始，就持续的采取各项管制的措施，绝对不是7月18号才开始处理，更也不是外界所称的没有要求业者停止生产。我想食品安全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市府所有的作为都有完整的时间轴跟行政程序，可以供大众来检视。另外，议员也指出，过去新竹土豆酱是伫桃园验出问题，这摆炊粉阁有外县市验出甲醛，食品的把关拢爱靠别的县市来通报，来批评新竹市政府伫食品安全防护顶悬有正大的问题。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再来看中联问题，有这场食安风暴呢，即卖是有消保团体开记者会，讲学校甲一般大众只要有受到影响的，拢会当来参加团体诉讼。这学校甲民众只要甲这证明的资料甲传到好势，后手就交予消保团体来拍官司。基作毒球影响学校食食安全，台湾消保协会手提口告牌，要替这个受到中联问题有影响的学校来拍团体诉讼。协会讲，目前相关单位提供的资料，受毒有影响的学校有861间，幼儿园有334间，有问题有一批接一批逼，无排除会阁增加。佮加上即阵当咧休热，除了收件时间延长到10月底以外，收件认定标准买放零。只要学校你使用到泰山福寿服贸，你有觉得你可能有危险，或者是学生家长甚至于学生要求他想要争取权益，都可以，我们会从宽认定。反正到时候真的成立团体诉讼进就法院的时候，法官也会做比较严格的审批。南部拢有消保团体开团上记者会，伫咧行政院消保处的协调下，南部是负责学校的部分，若北部的消基会会针对一般社会大众来收件拍官司。消基会表示，中联泰山福保复收4间公司，目前7批确认有问题，又已经回收2700多栋，预防性落价有5200多栋。目前上大的问题，都是真侪消费者唔知家己是毋是有食到遐个球。现在因也先设计一个报名 QR code， 也毋望消费者做伙徛出来，侪人力量大。各位消费者，如果你觉得你可能是受害者，请你扫这个 QR code 来跟我们消基会报名。那之后等我们比较确定说到底应该要请这个授权方缴交什么东西的时候呢，会由我们消基会主动的来通知您。
消保团体表示，这回受到问题有影响的人数会比顶届顶新的毒球更较侪。除了消极的团上作鬼以外，也希望政府相关单位会当做好源头的把关工作，民众的食食安全绝对袂当有一点点失觉察。记者柯家族邱超阳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的消息，今仔日呢，全台湾各地其实温度拢真悬。气象署是表示讲，新北市、花莲也有中南部外山区的所在，可能是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也那台东嘛有可能会透小风。另外，即马伫菲律宾海面的热带扰动呢，有过即个拜五甲拜六会按台湾南边的海面来通过，时到咱台湾东半部甲恒春地区可能嘛会落阵雨。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拜二台湾各地温度拢真悬。气象署表示，新北市、花莲县和中南部外山的地区有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台东嘛有可能会吹火小风。另外，过道地对流的作用会较明显，台北地区和西北部地区拢有可能会落西北雨。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一区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云系正在发展。预计未来这里可能会有新的热带性低气压逐渐形成。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未来会逐渐的朝巴士海峡到吕宋岛的北方这个方向移动，那再通过东沙岛附近海面往广东方向移动。气象署指出，拜三到拜五受到太平洋高压变强的影响，各地天气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过头有可能会落西北雨，也若拜六礼拜东边的水汽增加，东北部和恒春地区可能会落短暂的阵雨。明天后天各地在山区还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平地的部分降雨的范围跟今天比起来会稍微减少一些，主要是桃园以北、南投以及云林以南比较靠近山边的一些部分平地，也要留意午后雷阵雨。气象署讲，目前伫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扰动，未来有可能会形成热带性低气压，预估会伫即个拜五、拜六按台湾南方的海面通过，时到有可能会替东北部和恒春地区带来水汽。不过实际上的发展，也是要继续观察。记者桂宗林、林飘凯台北报道。好，这天气小热，若准是骑乌多摆等红灯，安尼有影是真艰苦的代志。伫个台中市呢，即摆是来试办要缩短等红灯的秒数，针对着市区4条主要的干道、67个路口，缩短15秒至25秒等红灯的时间。有专家是表示讲，这红灯会当减等挂，若是免一直拍日，这交通也会加较顺。热天日头赤炎炎，温度较袂着就30几度，真侪骑乌多摆的人挡袂牢。等红灯的时阵，有会啉饮料，有是停伫火车边凉不要因为夏季而气温高热而造成中暑或其他热危害的因素啊，当然是能够避免是最好。台中市第一遍伫咧休热的时阵试办红灯减秒。自7月20到8月28，每日8月到拜五早起9点到下昼4点，4条主要干道67个路口，每一个路口平均等红灯的时间减15到25秒。其实高雄伫咧5月底到8月，你是伫咧40几个超过200秒的市区正红灯的路口做调降。因若台北市是常态性实施，每年7月到8月休热离峰时段，全市扩大调整740个路口，平均缩短21秒。减秒措施互骑乌多摆加行路的人日头袂晒遐久。我们把它做一些秒数的略减，但是也不会影响到行人穿越的秒数，没有压缩太多。行人绿灯的时间都是依照设置规则，上面有定一个行人的最短绿灯时间。交通团体建议，若是效果好，会让延长试办的时间。加紧车流的顺宽效率，互车流会当维持正顺。市府讲会继续收集车流量甲相关资料，来做是毋是扩大办理的参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台南市甲环境部也有来合作，透过科技监测，若准这室内温度是超过35度，安尼就会启动射覆机制来关怀一寡毒气的序大人，而且冒出全台湾头一张针对着气候保险的保险单，要来守护绿色。气候的变迁，全球不时出现极端高温，台湾也那同款。尤其台东地区常常出现全台最高温，毒气的长辈伫个室内，若无开电风，也是冷气降温，较会因为高温煞掉线。就去超市遐坐一下啊，好小可降温一下呢，行行对因公司行过安尼。市府也结合环境部酷龄气候关怀行动，当室温达35度 C。
及启动电话与到府访视。为了防止侪伙人伫厝里钓沙，台南市政府甲环境部合作示范建置控高温地图平台，透过 AI 技术预测未来的室内温度，若室内温度达到35度以上，就启动社福关怀。针对5% 的人达到第3级的时候，例如说特别热的时候，就是36度，就升级加强关怀还有访视，所以这个是完全针对这个用科技找风险，用人力来送关怀。除了精准掌握高风险对象，有保险公司推出专台头一张高温保险，7月开始伫台南试办，保费由银行基金会公益支出，以中低收入长者等人做保障对象，至少3万外人受惠。环境部嘛，甲视野扩大到都市内规划，予民众出外行有树黄的路，提供长者等族群较舒适的出外环境。我们希望说，一个县市都至少能够提出10条的遮阴路线。那这个遮阴路线上可能有公园，可能有学校，可能有停车场，那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所谓遮阴路径，这个是民众非常需要。针对都市内规划，环境部希望在年底前会当推出都市实在维护发展法，确立全国有同款的公共实在甲绿地养护的管理标准，确保公共实在设置甲养护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再来看台南东山的灵隐，嘛是同款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所以今年这收成是无到3成，另外品质嘛无介偌好，所以农民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来砍灾补助。也那满豆的文旦甲白柚呢，嘛是同款，因为去年的风台发了无介理想，所以农业部目前已经公告会当现金救助。东山灵隐即阵当咧采收期行入山区果园，煞无生甲真旺的景象。主要今年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头起先是长期暴雨，加上迄阵寒冷，天气无够冷，落尾花期期间天气阁无稳定，部分农民估算收成无3成，除了产量无理想，栽种的也比往年提早1个月为9分。农民讲可旱期间毋若有海棠大量生炭，即阵高雨有肯定的食物，会甲果树甜安，较歹光合作用，地数无好收成。毋捌讲无生呢，连续已经3、4年来拢袂熟。伊较山区内底面的，真正足惨，行较袂到，真正足惨的啊！因为都真正无生啊，因为这也毋是讲咱今仔讲有生讲无生。啊，事实看起来都差不多都无生啊。其实6月初中央有来看灾情，毋过农民认为严重的受灾区其实拢伫因山区，安尼比起来，山顶和平地的收成就差真济。因希望相关单位定来看山区受损的情形，另外镜头来看满豆文旦。去年嘛，风台拍甲真正力，钓机嘛无真好。为着要协助农民，农业部日前已经正式公告，甲台南的种油的园放入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啊，进第2阶段。就是咱的红柚、白柚、佮西施柚，因为伊的开花栽损嘛，拢来到2、3成以上啊，所以这第2阶段就是咧补助红柚、白柚佮西施柚。但因为没有达到20%的情况哈，所以没有报请农业部哈。假如农民有发现新的灾情哦，那我们也请农民尽速向公所来做速报。农局表示，若符合资格的农民，月底之前会当去在地公所申请。对灵隐到文旦，拢是台南大项的农作物，有补助对农民来讲会当减少损失，因希望政府加减补一寡。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在即连一个姓陈的政府里，互人指控讲伊甲香港人斗空，伫咧中国来设一个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打算要甲台积电的人才挖去到中国上班，而且伊阁甲台积电的机密炸倒去厝。即马高检署是照国安法定罪嫌，甲囚判7档的刑期。欢喜比战翕相，香港的查甫人丁小虎奉指控是中共政治人员来台湾吸收军人，经过检调侦办，意外发现连台积电的主管嘛对咧变作是共犯。咱台湾各行各业，中国拢无放弃，一直发动渗透攻势。他们其实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全方面在收集各种情报啦。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也许我们比较熟悉是所谓的军事情报的部分嘛。
但是在商业跟关键科技的情报收集上面，其实也是对我们有共识的哈。这阵强调的风波，国检署查出涉案的台积电姓陈的前副理，从112年5月开始，9个月时间涉嫌甲丁小虎伫咧中国设立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钓鱼股推行南海计划等布局，要学台积电人才去中国食头路，佮非法订做21件台积电机密文件，再转去储蓄，想要互中国来用。台积电不单单在制程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甚至在整个的后段的 IC 先进封装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独步全球，所以这一定也会加深了其他的半导体竞争对手想要来挖台积电的人才机密。因那这个在爱台积电前副理，互高检署批评，无顾产业伦理甲竞争特殊，想要甲中国半导体科技发展斗相共，犯行非常不可取。以国安法甲营业秘密法等罪嫌起诉，求刑7档。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个咧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留去中国防起诉的案件。因那另外一个嫌犯丁小虎，是因为已经伫咧看守所判病死亡，依法无起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啊 ，Grab 外送平台呢是要甲Foodpanda台湾的业务甲背落来，也毋过即马外送工会所要求公平会毋通甲批准，因为这 Uber 呢已经是 Grab 的大股东啊，若准 Grab 佮甲这 Foodpanda 甲接落来，安尼就有可能会变做是高门独市。啊，那公平会是回应讲，上紧伫咧30天内就会做出决定。公平会进前已经正式受理 Grab 收购Foodpanda台湾的业务，这件收购案关系到店家外送员甲消费者的权益。全国外送产业工会甲立委开记者会呼吁公平会唔通批准并购案。公平会可能开后门，让它有这个附带条件合并的情况下，让企业更加可以去做垄断的动作。那最后危害的还是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商家。那我们选择的权利更少。立委烦恼 Uber 进前宣布和Foodpanda母公司达成收购的协议，大家注意的是 ，Uber 是 Grab 的主要股东，恐惊已经掌握到实际的控制力。若是 Grab 确定收购Foodpanda台湾的业务，安尼根本就是前手接钱后手空。最后受害的恐惊会是消费者、店家甲第一线的外送员。国内治安专家提醒 ，Grab 捌伫部分东南亚的市场甲华为建立技术合作。未来台湾版本的 App 是不是会当排除华为相关的技术元件，嘛牵涉到国安的风险。Grab 呈现的文件里面，在这种相关的就是资料治理啊，然后还有监督的机制还没有很充分的建立的时候，觉得应该先 pending 下来，至少要把这些资讯全部都要公开，然后让我们在审核之后觉得比较没有治安的疑虑之后才考虑。公平交易法是一个鼓励市场竞争的法律，那我们最主要关切点是说它是不是有阻碍的市场的竞争，这一点我们公平会纳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针对外送产业提出的实际独占，也是假设的竞争利率。公平会表示，在审查时拢会考虑实际影响力，预计上近30天内就会决定 Grab 收购Foodpanda台湾的业务是核准，也是延长审查。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FIFA世界杯卡球赛即马已经结束啊！西班牙是让16档搁再摕到冠军。球队回国了后呢，毋但是有200万人去甲迎接，就连西班牙的国王甲总理也来接见。因那另外一边，在阿根廷呢是无通好2连霸。39岁的梅西，伊是表示讲，家己心肝真痛。毋过，伊嘛感谢阿根廷的球迷会当全力来相挺。马德里国仔头国旗满满是西班牙国家队坐巴士行过市中心，沿路200万位球迷的国旗大声喊冠军，热烈欢迎让16档搁得到世界杯冠军的无敌蓝队公营倒转来。球员将世界杯冠军的奖杯举悬悬，一路唱歌拉曲，甲球迷热情来互动。队伍自瓦郡总理官邸的蒙特洛亚宫才行出来，沿马德里历史大道一路行去到西贝莱斯广场，所有的球员拢向叫上台介绍。每一个球员出场的时阵，拢有放家己景的歌曲。啊，那迄天拄好是25岁生日的巴艾娜，是某世界杯冠军的奖杯登场。总教练德拉富恩特登台了后，互球员悬悬喊上天。庆典上后壁全体西班牙队搁一届将世界杯冠军的奖杯举悬悬，中现前一天伫咧颁奖典礼顶悬的状况。吉布里格即届是伫咧家乡的球迷面头前，甲大家做伙分享。啊，那西班牙的国王甲总理伫国家队一转去因国家，就先接见因咯。Lleváis ya para siempre esas 2 estrellas que tanto brillan
para toda España. Pero sois todos un conjunto estelar y legendario para la historia de nuestro fútbol y del deporte español. 上万位的阿根廷球迷礼拜日暗时嘛，唔惊落雨，日日迎接世界杯代表队回国。球星梅西是无现身，坐伫车顶悬的球员是向球迷说多谢，啊，毋过看起来嘛是真实际。虽然是无法度摕到冠军，啊，毋过阿根廷的鸡仔头，大家有关是真欢喜来庆祝，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啊，放烟火的放烟火。感谢球迷一路以来付出，嘛认为因就是因心中的第一名。Que nosotros hemos venido, aunque sea bajo la lluvia, a recibirlos y fue mucha la gente que se movilizó hasta acá, inclusive sin colectivos, sin mucha movilidad. O sea, para ellos fue esperar a sus campeones. 无法度伫世界杯上后一届比赛完成2连霸的梅西，伫咧赛后就伫 Instagram 顶讲，这份痛苦是非常的大，这个空喙爱开真济时间才有法度好起来。啊，毋过伊嘛讲，反正即马无法度体会这支球队完成了啥物，啊，毋过会使伫咧连续2届拢拍入去世界杯决赛，徛起伫世界骹球球坛的上面顶，本身就是一项难得的成就。啊，那梅西感谢全国球迷一路以来応援，互阿根廷会使团结一心，嘛大方恭喜西班牙得到世界冠军。公司新闻单球迷朋友。继续来关心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这个联邦大楼外口呢，昨是来发生一件放火攻击事件。这是一个43岁退伍的军人，因为不满着美国移民也有海关执法局的政策，所以伫大楼外口破汽油而且搁放火，加在这联邦人员有甲压制好调，这件事故也造成3个人轻伤。20透早8点外，纽约曼哈顿下城联邦广场26号北边的门外口，互人泼汽油放火，毋但火子传出来呛高烟，了后佫传出爆炸的声音。真侪为穿制服的联邦警员，随甲嫌犯压制伫边仔人行道，甲伊掠起来，带入去大楼内底关押。Poured gasoline onto the ground. It ignited it with a lighter and an incendiary device. That device was a firework, a large firework in a canister. That proceeded to catch on fire, pretty big flame as you've seen on the internet. He then pulled out an airsoft rifle and fired 5 to 7. 嫌犯确认是43岁陆军的退伍军人阿拉巴卡。2001年到2005年服役期间，是爱国者飞弹系统易修的工人。伊车顶有放反 ICE 的宣传片甲标语，搁炸2支宝头、1支钢槌仔、4支刀仔，真侪破坏性的装置。阿拉巴卡向调查人员坦白讲，攻击的目标就是这栋大楼，无要伊敢会造成人员的伤亡。伊互掠的时阵，搁继续甲 ICE 错干交。Mr. Arabaca came armed with bad intention. He is an anti-American, anti-government extremist. 阿拉巴卡攻击的大楼是联邦警长，内底有包含联邦调查局 FBI、移民甲海关执法局 ICE、移民局甲移民法庭等等真侪机构驻纽约的总部。最近已经正做反对川普移民政策示威活动的重要据点。这个事件造成1位执法人员在内3个人轻伤。案件目前是 FBI 联合反恐怖行动任务小组主导调查。纽约检察官正在评估起诉的罪名。公司新闻是会长培育。南韩电商平台酷鹏的林川物流中心是拜六火烧，这大火呢已经连续烧超过2天的时间啊，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也毋过也因为互大火烧过，即马大楼的结构呢会当讲是真烂，有可能随时拢会放起，所以消防局是赶紧来疏开附近的人，也若详细导火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规座物流中心和乌烟大火砍掉火，虽然有落雨，淹过火也是烧甲正美。林川酷鹏第32物流中心18早起6点54分，6楼突然间导火，火正紧炭烧到7楼去哩。虽然有出动消防车、分推车甲无人机，淹过温度正悬，可能会崩来。 국가 소방 동원령을 유지하며 국가 차원의 총력 대응을 이어가고 있습니다. 화재가 발생한 물류센터는 3단 내 구조의 대형 창고로 다량의 가연물이 적재되어 고온의 농연으로 인해 내부 시야 확보와 대원 진입에 극심한 어려움에 있습니다. 이에 소방당국은 지상과 공중을 연계한 입체적인 특수 진압 작전을 펼치고 있습니다. 火烧到即马已经超过2天，消防单位继续扩大警戒范围，边仔工厂店面拢疏散，附近的学校甲幼稚园也拢停课。 물류센터 관계자 121명은 화재 초기 모두 자력으로 대피하여 현재까지 민간인 인명 피해는 없는 것으로 확인되었습니다.
다만 소방당국은 혹시 모를 미확인 인원이 있을 가능성에 대비하여 화재 진압이 완료되는 대로 내부 인명 수색을 재차 실시할 예정입니다. 这座物流中心内面放真侪生活用品、纸箱啊、加塑胶包装材料，若火火愈烧愈大，也互所在内面清理甲调查加正困难。消防单位讲，即马上重要的是赶紧甲火拍花，结果来做火场的监视甲调查导火原因。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辑。英国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呢是来接任做英国的首相，这嘛是英国最近这10档来第7个首相啊。伊是宣布讲要来推出10年的计划，要来解决英国的政治、外交，也有民生等等的问题，希望会当让英国搁再一届工业化。新就任的英国首相伯南7月20日先去北京汉宫见国王查尔斯3世，了后就去首相官舍当年加10号发表就职演说，宣布会推出一项新的10年计划，来因应英国愈来愈悬的生活成本。We will make this moment a circuit breaker for Britain, bringing forward the biggest changes in the last 40 years. 伯南要协助英国打造新经济的10年计划，包括甲民众生活必需品，亲像水电、能源、甲大众运输等等公共事业，重新纳入国家公权力的控制，推动英国搁再一届工业化，大大增加公共主体，解决民众无地大的问题，协助青年就业，也有权力放护家等等核心项目。Let's build a new national sense of unity, of common purpose and positivity. Let us make this the moment when Britain starts to believe again, the moment we bring back hope.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今年56岁的伯南是英国史上第59任首相，捌做过卫生大臣，也捌选过2届的工党党主席，也毋过拢选输。了后，伊就去地方做高档的大曼彻斯特市长，伫地方基层有真好的名声。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补贴甲伦敦中央对抗，互伊有北方之王的名号。伯南就任头一日就公布包括财政、外交、卫生等等类个的人选，也毋过部分民众对新政府的期待并无悬。Depending on who you put in the cabinet, I just can't see that we're actually going to change the fundamentals. And s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olve the critical problems of debt, growth, the economy, and so I don't have much hope. 除了内政的议题，伯南就任了后安怎处理英美关系、中东局势、乌克兰战争等等，拢考验伊执政的能力。7月20日，伯南甲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表明维护英国甲友邦的安全，会是伊上重要的任务。而且讲到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甲川普小解 Manchester。另外，伯南对中国的态度也真实在。2018年以市长的身份访问中国，伊捌公开表示，英格兰北部会当参考中国的高铁网，伊也承认中国的基础设施，互伊印象真深。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再来看日本京都北环市的查某市长川田祥子，即马已经开始咧歇16礼拜的产假，也真做是日本史上头一个伫咧任内歇产假的市长。嘛，因为目前伫咧日本呢，这法律对地方的首长请产假是无一个明确的规定的，所以川田的行为也引起社会的议论。今年35岁的川田祥子，2当前当选北环市市长，真做是日本上少年的查某市长。前几日啊，伊宣布要请16礼拜的产假，也搁再真做讨论的焦点。根据日本劳基法的规定，一般劳工生囝进前会当歇6礼拜，生囝了后会当歇8礼拜，拢总14礼拜的产假。北环市互市府员工产前产后拢总16礼拜的产假。伫私人企业的人会当摕到2/3的薪水，也搁有生育津贴。部分政府员工待遇搁较好。也毋过，民选的首长，互人看作是特别职公务人员，法律并无就这方面做出明确的规范，所以川田祥子要比较市府员工请16礼拜的产假，虽引起议论。有人支持保障女性权益，毋过嘛有人批评伊无敬业，要请长假就应该辞职。賛成は賛成です。女性、私も子供を産んだことがあるから、女性の権利として、出産の時は休んでほしい。けど。報酬に関して、報酬を 100% 受け取るって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はあんまり賛成しません。川田祥子认为，若准批评政治人物休产假，就等于是排除20至40外岁有可能有新的女性做公职的可能性。
男女共同参画とか働き方改革とかいろいろなことが言われてい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リーダーを含めたですね、さまざまな職業において子どもを産むということをやはりためらわない社会を作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やはり少子化というのは少子化によるやっぱり人口減少、それに伴う経済の劣化というのは私は避けら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川田乡是希望会当带头打破这种无平等的局势，让女性会当安心母种地，也会当安心生囝饲囝，唔免伫家庭甲事业之间做选择。川田7月20开始歇产假，职务的由副市长暂时接手。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继续倒来看咱国内这嘉义市的西区呢，共一条路有2间共名的店，拢咧卖火鸡肉饭。最近这双方是起冤家，甚至搁冰岛安尼起卡动手。根据了解，这是经营30档的老店，要予市社来接手。也毋过重新咧开幕的时，所发现因的商标已经互人提起注册，所以2边是全告甲反映去。一名查甫伫餐厅的工作区动手来杀内底的人，8点钟了后，佫因为情绪激动，伫店内冰倒。外面内底的人其实拢是清静，煞因为开店商标的问题，2边来贴破面。对，因为他们4年前阿新师就退休不做了，因为他女儿已经嫁出去了，所以我们才跟朋友协商说要回来接这一块牌子。嘉义市西区的一条路顶面有2间共名火鸡肉饭，原本经营30档的老店，7年前因为老头家无要做，所以放予家己的卫生路去经营。结果老头家今年初甲老店讨转来重新开店的时阵，却发现商标已经予卫生路提起注册。我家己的孙啊讲要转来做，就做甲无代无志，也无喊我参详，甲我临家迄个招牌给注册。我就感觉咱2个起码时就感觉安尼无尊重我安尼。因为接触的卫生路重新设计招牌，搁去注册商标，互毋知影老头家感觉无受到尊重。即摆卫生路伫同一条路，搁另外开店，为着店名甲商标的争议，双方就伫网络顶面互相攻击。林家火鸡肉饭本身我们就没有去注册商标，相对的林这个姓氏是百家姓，也是不专用，所以我们根本申请我们的图案而已啊。老实说，并没有想要回我们的商标，只是想让消费者真的知道说，真正的林家火鸡肉饭创始人。原本的亲情因为开店的代志产生纠纷，老头家搁因为厝内有人破病影响心情，才情绪失控伫店内冰倒。即摆2间店差130公尺，共名口味煞无共，2边虽然经营，只有等待司法的判决，互即场纠纷有一个结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高雄市民对8月初1开始，若准去到日本的做道岛佚佗，提出咱的身份证，安尼就会当有5大景点是会当算免钱的。同时，在日本做道岛来的人，嘛会当摕因的证件免费来参观咱高雄一寡景点。双方是透过这款优惠，会当加了解城市的历史甲文化。高雄市甲日本新习惯做道市的景点互惠计划当中，明定高雄市民会使将证件摕出来，就会使免门票。伫咧做道岛的金山导览设施、风行所，还佫有博物馆、甲主乐之心公园等等的景点佚佗。日本做道市民到高雄旅游，嘛会使免门票参观。古英国顶史馆文化园区、红旗书院、红门港文化园区等等的景点。这一次高雄跟佐渡呢推出这样子的景点互惠计划，其实主要是因为呢台日双边的城市都希望彼此的市民能够更加了解彼此。高雄市府按今年初开始，陆续甲其他城市做伙讲景点互惠的计划。若日本做道市正做头一个响应这个计划的城市，嘛是高雄跨国景点互惠的头一案。双方期待透过免门票带动更加侪旅客进入对方的城市深度来旅游。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啊，互相交流吧，扩大彼此的友好啊，是好事一件。对方的一些条件、一些环境。有哪些是我们值得我们借鉴的？多元一点，毕竟对我们市民一些思维的成长会比较好。做道岛伫日本海东部，是敢若比 Okinawa 更较细的第2大岛屿，互看做是日本离岛秘密的景点。若是海岸线全长差不多263公里，人口差不多5万人。岛屿顶悬也佫有一个红登录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山。自江户时代就开始咧乌炭，留落来历史威力，正做是这个岛上界热门的景点。若高雄市府讲，未来陆续会公布更加侪跨国城市互惠的景点，就等双方将计划公布定记者综合报道。
人力银行针对今年顶半年这北中南的工作机会去调查，结果发现，甲去年相比，南部这工作机会呢是增加要10%。虽然讲对找头路的人来讲，这薪水是真重要的代志，也毋过其实即摆人佫较注重这职场敢有优先、工时敢通春休、好请假等等的条件。7月8月是暑假，嘛是真侪毕业的学生要踏入社会找头路的阶段。有人力银行发表2026上班族认同感调查报告指出，因为 AI 甲半导体产业刷入南部，和去年比起来，1月至6月南部的工作机会年增幅要到10%，比中部5.8%、甲北部5.1%是加真侪。调查嘛显示，对找头路来讲，薪水待遇有关真重要。不过嘛，更较注重职场敢有优先、工时通春休，也有好请假等条件。薪资待遇还是第一名啦。不过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大家也很重视职场文化嘛，包含你的同事、你的上司是不是好相处，再来是弹性工时、通勤是不是便利，还有请假是不是弹性，这都成了上班族选择工作的关键因素。所以现在企业竞争的不只是薪资，更是工作品质，还有职场文化。人力银行月初嘛发布一份调查，指出南部不是干那科技业的亏有增加，其他像运输、服务业和零售业是拢有对咧成长。有注重人文学科训练的外籍大学表示 ，AI 虽然真厉害，不过有关袂当取代人类之间复杂的伦理甲文化沟通，亲像要创新执行内容生产等等，拢是日文学科的优势。校方嘛表示，像南部有公司台语大加入，传播媒体的在地培育，嘛好有多元语言能力的学生有愈侪下练习发挥的机会。其实我们的学生，即便他不是走这个媒体专业的，可是他本身其实他就是我们会把他更广义的去定义他就是一个这个媒体传播者，因为他一方面呢身兼了这个传播我们本国这个本地文化的这个精髓以外呢，他还要把这个外国的文化带进来。因为人力银行嘛表示，为着要协助企业、学校甲学生三方，互相会当找到适合的人才甲工作机会，嘛有建立 AI 精准每项职业工作平台，会当每项工作分享，企业嘛会当来提出校方招人才的要求，针对学生嘛有提出 AI 工具来协助因会当写出精彩的履历。记者卢尚珠、曾俊尧台北报道。台中有民众投诉讲，伫丰原火车头的时候，这月台椅座这生鲜的手管去挂着伤，空脆有4-5公分遐尼大。即期这代替呢，拢无咧斟酌咧维护。也若代替受出面来回释咧，也表示伫年底进前会甲月台的椅座全部换新。手有一抓真明显的空脆，紧急处理了后，加载无代志。但是讲，这个空脆是互坐椅生鲜的手花挂着伤的。然后觉得手怎么痛痛的，然后就流血，然后大概就3-4公分嘛。然后就当下我也没有看到站务人员，然后因为还好因为我是身障人士，我自己有带酒精跟胶带，至少说帮忙把这东西换掉，或是至少把它判轨再上漆。对所有的乘客都是比较好的。这个月17，陈先生对花莲坐车到台中丰原，准备搬车回去后里。不过伫月台等车的时阵，煞互遐椅仔手花挂着伤，医生家己紧处理空脆，并且向代替的人员反映，伊也用脸布甲先生的手花包起来，才袂伤害到别人。不过实际到现场看，手花先生的座椅佫不了济，伊这个代替敢若用银擦，甲先生的所在擦擦的，实在真啰嗦。就穿长袖。尽量然后不要去直接接触。对，因为有伤口也会感染。应该要立刻用大量的生理食盐水冲洗伤口，冲洗干净以后，要赶快涂上抗生素的药膏，避免细菌感染。医生提醒讲，若受伤应该加强伤口的清洁，较免感染。若准5年来无注射的人，应该加注一些来确保安全。代替也甲受伤的乘客回室内，除了按照规定处理，也会保障等车的躯壳甲公共空间座椅的安全。生锈的扶手呢，换成好的扶手啊。另外，我们其实我们有更新计划啦，就是说要把椅子换掉了。采购程序好了之后，我们会把那一批所有的椅子都把它换成未来新的一个椅子。代替强调，目前已经咧规划，甲各车站的座椅换掉，按算会换做积木型的座椅，上紧会伫今年年底陆续完成。记者综合报道。
伫台北市摕敬老爱心卡来坐车的比例是占23%，这是公车主要的族群。公车联营管委会呢是提醒这个时段唔通溜公车，而且旧车都爱徛好在。也那交通局是表示讲，今年除了会扩大来宣导，嘛打算要伫个10大来设科技执法，提升坐车的安全。这个就是后照镜。 照不到的地方。退休驾驶林先生透过实景体验，提醒时代公车驾驶是衰死角、教老大人等公车过车路的安全观念。尽管基金会嘛指出，真侪时代会约公车无徛好在，就刷叮当，这个拢是真危险的行为，拢会增加老人跌倒、甲交通事故的风险。可能没有办法抓稳，所以启动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那我自己也曾在启动的时候稍微跌倒一下，可以跟长者呼吁一下，说希望他们在等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去追车，然后呢，就是上车的时候希望可以站稳那个踏阶，然后慢慢走上去，然后有位置一定要坐，然后或者是有扶手一定要握好。根据台北市公共运输处的统计，2025年敬老爱心卡坐公车比例已经占23%，显示时段是公共运输的重要使用族群。 台北市公车联管会甲政管基金会拜二嘛举办公车优先心运动时代宣导活动，希望提高时代坐公车安全观念。台北市交通局嘛表示，今年嘛扩大办理时代坐车安全宣导，甲公车业者合作推动公车合医，和公车驾驶了解时代坐车需求。会把公车停靠区的前后，把红线的距离加长。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停靠区的前后也都有那个违停。 哦，那这些违停以后，可能我们今年就会有实处的科技执法。台北市交通局表示，未来改善公车停靠区的环境，因当公车停靠区前后红线距离，嘛打算今年伫坐车人停较济台大便宜站、松山高中松隆站等10大，设科技执法减少违规停车，保障公车停靠甲乘客坐车安全。记者郭正阳之讲台北报道。 来看屏东有一个阿伯呢，伊是专门伫个较高出车祸，也是讲较黑暗的路段，主动去甲装这警示灯。19天来已经到上万粒的警示灯去啊。也毋过7月中旬的是，伊咧巡查看到这有灯呢是互选举的布条甲炸掉咧，就按甲这布条拆掉，结果煞互人甲告伊窃盗罪。开车的人来下方向啊，甲锁开啊。 亲身示范安怎倒警示灯，搁详细说明重要性。72岁陈信弟是屏东新园人，因为长期义务伫大路设置警示灯，提升用路人的安全，互地方合作警示灯阿伯。毋过伊煞伫7月中顺利有灯去互选举布条炸掉，就主动甲布条拆落来，结果当事候选人当作是恶意破坏，请警方以窃盗罪上班。做了到这啊，安怎甲你讲？伊甲讲我有意甲北底布啊，有无？我有啊，我唔但拢喊名倒做。 现在就按照程序走啊，到时候要送屏东地检啊。陈大哥表示足无奈，嘛已经甲布条交派出所。服务南台湾19年啊，无想到发生这款代志，因为常常看到庄脚发生交通事故，就自发伫等我厝装警示灯，对屏东高雄一路到云林，服务袂少县市。实际请陈大哥带记者登去现场，拄好碰到当事人，前乡长了解是误会，已经请派出所撤销报案。报案嘛就是讲，到底你是恶意啊，无恶意啊咧？ 陈大哥一直向前乡长回失礼，前乡长嘛讲这是做善事，毕竟是误会，袂过对陈大哥提告，总算是互警示灯阿伯透一口气。你若无甲做，我当然免交法你心情就较轻松啊。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教育部有来推动影视动画甲互动科技等等的学程，全台湾36间大专院校呢是来合作，互学生会当跨校来学习。 对网页有兴趣，未来想要做网页设计的刘苗珍，是读实践大学媒体传达设计学系，拄结束大学3年的学期的学程，其中一门自由选修，毋是实践大学开的课，而且爱通过业界遴选才会当学。知道国外这个产业跟台湾的那个资讯差还蛮重要。课堂很自在的是，你可以直接问问题。苗珍选修的是台南大学联合高雄科技大学、甲南大科大共同推动的 TNDA 未来设计创业家培育联盟的示范学程，以影视网页、游戏体验、甲互动科技作为3大重点，各收30个学生。全校的各系所的学生都可以加入我们的课程，然后我们的课程主要就是双师共授。
那这个双师攻受主要就是国际业师能够亲临指导。引进真侪国内外业界专家，台南大学视觉艺术与设计系的小培义工，虽讲就要暗时也是拜六上课，不过学到真侪。他们邀请不会只邀请就是画动画的，然后他们有邀请，比如说导演或者是做特效的。如果你真的去走动画产业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如果我要跟，比如说我要跟特效的人对话，我可以转换成什么样的语言。这4年当中，我们不是单纯教学生，我们同时在进行学校老师的反向培力，所以4年之后，就算没有计划，我们相信在4年当中也已经建构好联盟学校各个老师的能力了。因为试办已经整合师资课程甲学分的采认，教育部表示，115学年度开始以4档为期推动 TNDA 未来设计创业家联名学程。计划主持人佫较表示，后尾会开设几百人以上的学程，和对所有设计产业有兴趣的学生拢会当修读。记者综合报道。逐档的旧历6月初7至初8，在云林在地拢会来举办口湖牵水庄的仪式，要来追溯1845年因为水灾罹难的先民，同时也来提醒民众爱敬重自然。10外自乐的居民打饭搭，用布帘的去万人抢祭拜。西元1845年农历6月初，一场强风暴雨，予云林口湖、四湖沿海地区损断甲真严重，造成在地有10外的先民罹难。在后，地方居民为着要超度这水灾的亡魂，当年农历6月初7、初8，拢会举行追思的祭典。万善爷庙都有一个委员会，那每一个委员会都依照他们本身的一个习俗跟祭典的方式来呈现。云林县府表示，口湖牵水庄伫咧2010年列作是国家重要民俗，宣布予保存者金湖万善爷庙、蛤蟆寮万善祠、下寮万善爷庙举办打饭搭、放水灯、甲牵水庄等等仪式，用灯纸固水庄引导亡魂去伫岸顶，嘛是全台湾规模上大的水灾祭仪。道教可以初7是放水灯，初8是点状、转状、倒状。发挥阮是叫做起庄叫牵庄，起庄叫牵庄，就是甲遮个亡魂生起来超度。这个过程阮叫做起庄牵庄。第一只阮就是拍开心来讲，为什么阮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这个祭典爱留的伊是有什么意义？文管处嘛讲，今年除了祭典，嘛有文化推广，予更较侪少年人加入打饭搭、做水庄工艺体验，嘛用导览人才培训，希望予更较侪少年人熟悉地方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微弱的西南风影响，透早到顶部、台湾中南部地区甲澎湖。要是有局部地占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地区甲金门、马祖是坐云到好天。下昼时，西半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地占雷阵雨。感谢您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